你觉得我还会在什么地方需要用到你？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我其实……你要是来道别，用不着，没事就走。我还有一堆事情要忙。不，我其实是想说，我有可能搬不了家了。你还想一直赖着？不是，我今天早上正在收拾行李，准备要走，结果你妈突然过来了。打算怎么办？我是这么觉得的啊，既然呢这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那我们就要想去怎么解决它呀。要不我再住一阵？这就是你的解决办法？你可得想清楚啊！你要是把我赶走的话，你妈妈要是因为这个事打断你的腿，我可救不了你。你看啊，我刚好缺地方住，你呢也刚好需要一个人帮你解围。要不顾总，你就再帮我一次嘛！借助阵一定涌泉相报。你能怎么报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呢租下那个房间，然后每个月按时支付房租，绝不拖欠。你觉得我缺你的房租吗？我知道你不缺那点钱，我还可以等价交换嘛。以后只要你顾总用得到我的地方，我一定全力以赴，万死不辞，分文不收。你觉得我还会在什么地方需要用到你？我不给你添麻烦了，我自己会想办法的。万一我流落街头，别人看见了，我会撇清关系的，都跟你无关。你可以住下来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你真是个大好人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一高兴就给忘了。喂。